喺紅色叫做貴族入邊，即係呢班咁嘅紅二代啊、紅三代啊、官二代、官三代咧，有同志實際上一啲都唔少嘅，係嘛？其實只要有一兩個高官係咧，你就麻鳩煩嘅。點解啊？因為啲人要擦鞋啊！你知中國人咧，要擦鞋嘅咧，乜都做得出。老細中意屌屎忽啦，哎呀，咪諗辦法幫佢搞咯，係咪啊？哎呀，乜都好啦，幾無恥、幾賤格、幾下流都做得出。嗱，所以咧，即係唉，有時咧聽到呢個國家咧咁黑暗，即係覺得咧，我哋一定要不斷去揭露。我哋話俾中國人知啊，你哋而家所在嘅國家咧，唔係一個正常國家嚟嘅，佢係一個咧法西斯嘅極權國家，而且統治者冚唪唥都係一班土匪，而呢班土匪生咗個仔女出嚟咧，表面上就去美國哈佛讀書係嘛，就係好似咧人模狗樣，實際上都仲係土匪，都仲係衣冠禽獸。